口令、一个动作，在旁人眼中都是超高难度。14岁的陈文蕊虽然是女生，骑摩托车挑战没在怕的。她可是2012年桃园县摩托车锦标赛女子组冠军。 不时会出声提醒姐姐。11岁的陈文茂年纪最小，技术却已经超越姐姐，还夺下了右倾组的冠军。轮胎阵、U 型管或是涵管障碍区，小小身躯在摩托车上毫无惧色。有点跟着后面走。然后可是比赛让出去，然后从这边进来让过。对，你就赶快再绕回来，跟比赛一样。对。 父亲陈双富是国内慢车高手，姐弟俩从5、6岁开始，从越野脚踏车到驾驭越野摩托车，几年下来练出了精湛的车技，还有不断想挑战的企图心。跌倒就爬起来继续练嘛，一个不会的东西，但是你习够了，就是会很开心的。大家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英雄出少年，要还一种挑战，这是一种挑战。应该不会放弃，我勇敢面对。 勇敢面对，都不怕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勇敢冲过去就对了。在足够的安全装备下，享受征服各种障碍的快感，民众也被高超的车技吸引围观。我们听到旁边有父亲问小孩想不想学，这或许正是多年来争取预算场地、极力想推广的陈双富最想要的回馈。把这个运动当作一种平常的生活一种规范，强国就有强民嘛。 强民就会强国，这是我最大的目的。陈双富和一对儿女的越野摩托车世界让人目眩神迷，他们也希望抛砖引玉，推广运动风气。也係一種挑戰，硬唔會減記。也係一種挑戰，硬唔會減記。